咱再来看 APEC 部长级的年会今仔举行哦，咱国代表行政院政委杨定年，佮国发会主委刘敬钦，两个人伫秘鲁分别是甲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来互动。美国方面嘛证实讲，布林肯嘛甲咱国的领袖代表林信义来会谈，讨论台美的经济合作。米娜笑笑做伙翕相，行政院政委杨定年甲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伫秘鲁 APEC 部长级年会期间进行最后一届身边会谈。因为川普新政府伫要上任，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头一批协议虽然完成谈判，不过外界关心第二阶段敢有变数。台美双方在21世纪这个谈判是经过双方国会的同意，所以我们期盼新政府上来之后能够持续的就第二阶段进行协商。跟布林肯握了手，谢谢布林肯对我们的帮助。那另外我跟泰国啦、跟新加坡、菲律宾、日本大概都有交换了一下意见，将来可以直接透过 WhatsApp 联络到几个国家的部长。南方商务长积极甲各国官员交流，因为 APEC 成员体甲 CPTPP 的会员国真侪共款，拄到咱国积极争取加入。不过外媒报道，中国要求共款 CPTPP 会员的秘鲁否决咱国的申请入会案。我们利用这一次在任何的场合，或是双边，或是在场边，我们看到这些 CPP 会员成员，我们跟他提出来，希望他们能够支持我们。我可以跟你说绝大部分，但是不希望有任何的政治因素的考量。在领袖峰会上场前，咱国 APEC 领袖代表林信义嘛讲，等把握机会甲各国安排双边会谈。刚去会场活动，这是跟人家双边很重要的一个国家刚刚谈，还有后面还是。The Secretary also had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with Chinese Taipei Leaders Representative Lin Chinyi on the margins of today's APEC meetings as well, in which we discussed our important economic cooperation. 美国国务院证实，布林肯甲林信义见面讨论台美经济合作议题。南方表示会谈气氛烧热，台美也就持续强化各层面友好关系交换意见，针对安怎确保区域和平稳定、共同促进区域以及台湾友邦欢迎甲发展这议题做交流。记者综合报道。